讲到这新竹市长高虹安，去年7月因为做助理期间的助理费，做立委期间的助理费案件，一审予法院判7年4个月。经过上诉了后呢，昨这高等法院二审该判贪污罪无罪，改用予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罪判6个月。照规定呢，这高虹安是会当恢复市长职务。这新竹市政府呢，也随向这内政部提出申请。 高虹安来到活动现场，一个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。这是高虹安二审判决了后第一摆出面参加公开的活动。伊嘛感谢过去这段期间的市府团队维持市政运作。伊讲伊已经依法提出复职申请，但通过了后，连咪得登去新竹市长的位置。这个复职也等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在这段期间停职的时候，其实 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对新竹市还有很多的责任在，尤其是就是在市长的任内，其实民众从一开始选举市长投票，到后来的反罢免投票，其实我的身上等于是背负了2次选民托付的责任，所以当然对我而言，我希望能够越快的完成复职的程序，对我来说是越好，尽快的回到市府工作，也回到正常的生活，也尽快的让新竹市民 感受到安定的新竹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现场有媒体问伊，敢会搁再登去加入民众党？高虹安表示，也未甲党内讨论，上重要的代志是赶紧登去市府上班。想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跟党内进行任何讨论。那目前的话，我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回到市政的岗位上面，赶快将 过去的一些市政的政见，能够尽快的依序的把它兑现，是最重要的。 伫市长室外口已经有不少人送花来恭喜。根据了解，内政部已经收到高虹安复职公文，但流程走线，高虹安连咪地档登去市长的位。不过高等检察署也表示，会伫收到判决书了后，建议敢要提起上诉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